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12章。大卫为着闪避基士的囝扫罗，密伫西吉拉的时，下面这勇士来到伊遐帮战伊交战。因会用正手倒手射箭，显石头，拢是便雅悯人，是扫罗的亲族。带头的是阿希以谢，过落去是约阿斯，因拢是基比亚人示玛的囝。阁有阿苏玛威的囝，也是甲比勒、比拉加、阿拉突人耶户。基遍人，伊是玛雅30人中的一个勇士，在管理迄30人。亚利米、雅哈色、约哈兰、基底拉人、约沙伯、伊利乌塞、亚利摩、比亚利亚、示玛利亚、哈鲁弗人、示法提亚、科拉人、伊利加纳、伊西亚、阿撒列、约伊舍、亚索班、基多人、亚罗汉的囝尤拉甲西巴地亚。迦得之族有几若人来到旷野的要塞，归顺大卫。因拢是勇猛的战士，举盾牌、举枪、咬小台，因的面亲像狮的面，咬走亲像山羊的鹿。头一个以谢尼，第二个俄巴底亚，第三以利亚，第四米西玛纳，第五亚利米，第六阿泰，第七以利亚，第八约哈兰，第九以利沙巴，第十亚利米，第11抹巴奈。这个拢是迦得之族的军官，上细一个拄100，上强的一个拄1000。正月约旦河的水涨满双平岸的时，因过河，互所有住伫平原的人惊甲四散逃走。阁有便雅悯人甲犹大人来大卫的要塞。大卫出去迎接因，对因讲：恁若好意来要帮助我，我欢迎恁甲我联名。毋过，恁若要将我这个无罪的人出卖互对敌，愿咱列祖的上帝监察执法。迄时，上帝神临到正军官的首领阿玛赛，伊就讲：大卫啊，阮是归顺你的；亚细囝，阮是支持你的。愿你平安顺利，愿帮助你的嘛拢平安，因为你的上帝帮助你。大卫就接纳因，设立因做游击队的队长。大卫甲非利士人做伙，要攻击扫罗的时，有一寡马拉西人来归顺伊。后来因无帮助非利士人，因为非利士的首领有参详，叫大卫倒去，讲伊真有可能摕咱的头壳去归顺伊的主人扫罗。大卫去西吉拉的时，有马拉西人的指挥官暗那、约沙伯、亚帖、米迦勒、约沙伯、以利户、西利太，拢来归顺伊。这个人帮助大卫对抗游击队，因拢是勇猛的战士，搁做军官。迄时，逐日有人来要帮助大卫，伊的军队就亲像上帝军队，遐
遐尼强大。有武装好势的战士来希伯伦见大毕，要照上主的话，将扫罗的王位交予伊。下面是遐个战士的数目：犹大支族亚盾牌亚枪的武装战士有6800人；西面支族为出战的勇士有7100人；利未支族4600人；阿伦后代的族长姚亚大甲第一个有3700人。勇猛的战士少年人撒督甲伊家族的领袖22人。便雅悯支族扫罗的亲族有3000人，真够大，因大部分拥护扫罗家。以法莲支族出名的勇猛战士有20800人。约旦河西边的马拿西半支族有记录伫家谱的18000人，拢拥护大毕做王。以撒迦支族有知识捌时势，知以色列伫什么时着做什么的领袖有200人，因的亲族拢听因的命令。西布伦支族会用逐种军器出阵交战，真有纪律。对大毕忠诚的有500人。拿弗他利支族有1000个领袖，亚枪、亚盾牌缀引的有37000人。但支族为出战的有28600人。阿舍支族为出战交战的有40000人。伫约旦河东边，路边支族、迦得支族、马拿西半支族，举逐种军器交战的有12万人。这些战士拢随时会当出战，对大毕忠诚。因来到希伯伦，拥护大毕做以色列全国的王。其他的以色列人嘛同心拥护大毕做王。因伫遐甲大毕做伙3日，也食也啉，因为因的亲族拢甲因备办好势。因附近的人，甚至对以撒迦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来的人，拢用驴、骆驼、鹅、牛宰食物，有面粉、无花果干圆、葡萄干圆、酒、油，搁带牛羊来遐，逐项拢真多，因为伫以色列中有大欢喜。